喂，各位馬迷師兄師姐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哋嘅賽馬頻道，撳咗訂閱未啊？未撳就真係要快啲撳啦，撳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甩漏我哋最新最深入嘅賽事大解剖啦。今日4月26日沙田馬場冠軍賽馬日真係熱血沸騰，點解？因為3場國際一級賽，香港隊完美清台，全部將個冠軍獎盃留喺香港。呢鋪真係港隊大晒，今日個賽果同背後啲猛料真係多到講唔完。廢話少講，我哋即刻瘋狂拆解今日呢3場史詩級大戰，逐場同大家慢慢吹。嘉應高升20連勝兼再破紀錄。去到主席短途獎，成個沙田馬場直頭變成咗嘉應高升嘅個人 show。呢隻目前全球評分最高嘅完美贏馬機器，今日挑戰史無前例嘅20連勝。最誇張嘅係咩啊？竟然吸引咗超過9700萬嘅投注額，買佢獨贏。大戶真係當馬會係提款機，買1.05倍，為咗賺嗰5%回報，心血少啲都頂唔順呀。結果潘頓一啲壓力都冇，成場馬由頭帶到尾，嘉應高升再度打破由自己保持嘅沙田1200米紀錄。好，嚟一開閘好有心得，應聲彈出啊！嘉應高升緊隨其後啊，美麗。第一呢就第3位啊，外面第4位呢仲有隻李健夢境啦，中間走咗上去有北美勇續啊，內欄尾3位置紅眼罩舉步生風啊，後邊嗰2匹馬分別係驕陽明區啦，精算暴雪就暫時殿後噶。好啦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嘅時候啦，美麗第一外邊就湧咗上去噃，好有心得啊，跟住第2啊，嘉應高升啊第3位啦，李健夢境響外邊第4啊，後邊嗰4匹馬舉步生風啦，北美勇續啦，殿後一隊埋邊6-3係精算暴雪啦，紫3響佢出邊暫時殿後係驕陽明區嚟噶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美麗第一走中間佔先嘅，埋邊呢就好有心得啊，嘉應高升已經咬住第3啊，第4位入邊呢仲有紅眼罩嘅舉步生風啦，外邊追有李健夢境啦，最出嗰邊係驕陽明區啊，最後300米到啦，嘉應高升擠嚟咗大約2個身位啊，見到中間位置上嚟噶嘛，有舉步生風啦，李健夢境啦，馬林中間穿上嚟，仲有隻精算暴雪啊，嘉應高升20連勝，輕鬆拋離贏出呢場主席短途獎啊！日本最強短途馬呂健夢境已經交出極高水準。潘頓賽後話，最後400米隻馬竟然做出21.5秒嘅恐怖時間，係佢史上最快末段，連潘頓自己都話覺得好可怕，因為隻馬似乎仲未見底，仲有得進步。連馬師大衛希斯更加係鬆一口氣，直言嘉應高升係佢訓練過，甚至係世界上見過最偉大嘅馬匹之一。見到9700萬撲落去1.05倍到，我自己真係睇到哇哇聲，贏就贏5%，萬一雜傷出遲半步或者直路受咗失死，成億身家就咁化為烏有。日本馬李健夢境已經好盡力，奈何遇到外星馬輸得唔抵。第2單布文神級流放顯身價，祝願捧走冠軍一哩報仇雪恨。最後講下形勢最平均、賽前最難估嘅冠軍一哩賽。賽前好多馬迷對日本馬遠觀天象寄予厚望，點知最後大熱倒做無影。相反，過去一直被馬迷期待，視為香港一哩接班人嘅祝願，今日終於喺大賽舞台上證明自己，正式黃袍加身。今場祝願抽到極度難跑嘅10檔，但布文發揮出教科書級別嘅神級流放。隨時起步，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大家都平排約出噶，外邊合火奔馳係比較快嘅，中間呢藍衫仲有鴻運帝王啦，黃衫黃帽就係金鑽貴人啊，走埋上嚟嘅馬呢，中間夾住仲有遠觀天象啦，出邊位置大約跟住個第5呢就遨遊氣泡啊，中檔第6位紅帽有啲搶口喎，一束芳花嚟噶，內欄第7位淺紫色衫嘅話就小鳥天堂啦，外邊位置啊粉紅眼罩禪聖輝煌，中間陽光勇士啊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廣邊小區啦，尾4位置係白鹿金剛啊，後邊3匹竹園咁啊有白河飛區啊，暫時殿後。
係標誌銀河嚟嘅。好啦，過咗呢個1000米段處，開始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咁滯啦。前面放嘅馬呢就合夥奔馳嚟嘅，跟住第2位嘅馬有鴻運帝王啊。咁啊第3位啦，咁啊埋邊位置就金鑽貴人啦。響佢外邊呢就遠觀天象啊。第5位外邊遨遊氣泡，中間第6紅帽一束芳花，內欄呢淺紫色衫，仲有小鳥天堂啊。攞出去外邊有陽光勇士啦，後邊嗰幾匹馬啦，港邊小區啦，竹園呢大約尾4、5中檔紅衫嗰匹啊，後邊3匹白鹿金剛啦，咁啊仲有白河飛駒包圍直路呢係標誌銀河啊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都仲係合夥奔馳啊。呢個時候遨遊氣泡同埋鴻運帝王一對啊上緊嚟，外邊位置追有竹園啊，咁啊再見到馬林中間港邊小區亦都上緊嚟，外邊展開衝刺有白河飛駒，出邊位置仲有白鹿金剛啊，最後100零米竹園透出咗，咁啊外邊追上嚟有白河飛駒，接近終點，終於贏到1級賽，竹園。布文賽後話：雖然落後好多，但佢 feel 到隻馬呼吸好穩定，節奏極之流暢，轉彎直頭唔使調節，已經可以自己加速。最終竹園後發先至，逢馬過馬，捧走首個1級賽冠軍。上屆冠軍白河飛駒復活跑第2，開出上屆翻版。至於之前好大期望嘅遨遊氣泡同金鑽貴人，今場真係冇影，完全跑唔出應有水準。廖康銘練馬師賽後真係激動到不得了，話呢個1級賽係佢從練生涯同馬房手足嘅重要里程碑。討論區嘅師兄師姐都狂讚，布文今場走位真係神級，完全發揮出竹園嘅後勁。呢啲大賽真係要靠大師傅定海神針。打比輸咗唔緊要，贏翻場之一，證明自己先係真王者。大家對竹園下季進軍香港國際賽都充滿期待。第3單浪漫勇士歷史性4奪女王杯，8歲神駒前無古人偉業。大家最愛亦都係香港人驕傲嘅浪漫勇士，以1.3倍大熱門姿態喺好拍檔麥道朗胯下強勢狼完。大家要明白呢個勝利嘅含金量有幾恐怖，佢係歷史性第4度捧走女王杯，將自己嘅1級賽勝出紀錄推高到前無古人嘅14場。日本秋季天皇賞得主無面舞會同埋舊年香港瓶冠軍同工之妙，出盡九牛二虎之力，都只係喺後面食陳跑2、3名，連威脅嘅機會都冇。講真，由當年拍賣會480萬買入，去到依家累積獎金超過2億，劉生真係買中咗隻一生難求嘅神駒。沈集成練馬師個保養功力亦都好好，唔好睇佢年紀大。浪漫勇士真係勁，8歲都仲贏緊當打馬。保險女王杯準備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快閘嘅馬呢，中間位置係數字天文嚟噶，響外邊浪漫勇士啊，最出呢仲有隻神之禮啊，埋邊走咗上去就預冠軍係黃衫噶，中檔大約跟住個第5呢，藍衫有同工之妙啊，埋邊啊球星啦，外邊呢黃黑直間衫，響個尾二位置係蒙面舞會啊，暫時殿後係嗰隻6月豪取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呢個1006米嘅段處啦，前面順住走啦，就係嗰隻數字天文嚟噶。響佢外邊嘅馬匹有呢隻就神之禮啊，內欄第3就預冠軍浪漫勇士啊咬住第4啦，後邊嗰4匹馬埋邊啊球星啦，出邊尾3藍衫有同工之妙啊，後邊2匹馬分別係6月豪取啦，蒙面舞會就暫時殿後啊。好啦，接近呢個1002米嘅段處啦，前面順放都仲係呢隻數字天文嘅位置變動上面都唔係好大嘅，神之禮就跟住第2啊，埋邊第3位有預冠軍啦，浪漫勇士啊咬住第4，埋邊第5位呢仲有球星啦，出邊第6位就同工之妙啊，尾位置係6月豪取啊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嗰隻蒙面舞會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呢個呢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前面順住帶仍然係嗰隻數字天文啦，神之
麗就第2位啊，埋邊第3位有御冠軍，第4位浪漫勇士，內欄第5呢就球星啊，後邊3匹馬分別有同宮之妙、6月豪取啊，應該要攞出去外邊啊，暫時殿後黃衫嗰匹呢就蒙面冇會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數字天文仲有啲優勢，見到神之禮咧開始逼緊啲㗎啦，埋邊有御冠軍、浪漫勇士攞出去外邊先，再見到埋邊偷位上有球星啊，後多層啊嘛，先有同宮之妙啊，後啲嘅馬匹就蒙面冇會，最後300浪漫勇士外邊一比落去就有啦，後邊追上嚟㗎嘛，有同宮之妙，出邊上咗蒙面冇會啊，埋欄位置就係呢隻御冠軍，最後100零米浪漫勇士拋離群區，贏出呢場女王杯。真係希望浪漫勇士將來退休後，劉生同沈集成可以好好照顧佢，俾佢舒舒服服咁安享晚年。至於日本代表，我只能講日本跑開啲，騎師都係唔熟沙田馬場，喺呢度位拿捏步速同發力點，同日本完全係兩回事，結果輸到停咗喺度。麥道朗同浪漫勇士個人馬合一境界，大家對呢對傳奇人馬真係寫個服字。好啦，大家最欣賞今日邊隻馬王嘅表現？係8歲仲咁 fit 嘅傳奇浪漫勇士，定係外星馬家應高升？即刻喺下面留言話我知啦，等我哋喺留言區繼續瘋狂吹水。覺得今日條片夠詳盡，講中你心聲，聽得夠爽嘅，記住即刻俾個大大的 like share 俾你身邊一齊睇馬嘅朋友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